土地公求道啊，中华民国台湾的高雄冈山啊，冈山空军官校那个地方的土地公在台南关田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道，由前人当点传师哦。你看呢，连7天圣也求道呢。求道可以超气入理呢，你看，超脱7天而进入理天呢，超脱6道生死轮回之苦啊。